您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恐龙吗？你觉得可能啊？这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——哥斯达黎加海岸以西大约190公里处的一座岛屿。我们把这座岛屿叫做努布拉岛。你们看，那边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庞然大物啊？是雷龙。好，是雷龙。好，有什么事先说，我不可离开。是迅猛龙！这帮畜生杀了我兄弟，我就宰了他们！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听明了吗？给我跳！